中聯油脂沙拉油驗出有致癌的物質苯便芘超標。台中市府公布第二批調查的結果，其中獲授出貨服業者的增加到149間，包括美容泡麵、精選、甲金色三倍等等，至少有300間業者攏有使用到。目前台中地檢署已經分他2案偵辦。18的桶裝。衛生局人員到賣場檢查，看問題油是毋是已經全部回收，因為中聯油脂沙拉油驗出致癌物苯便芘，風暴一直咧滾價。雲林縣衛生局車衫到美容公司大批廠檢查，發現美容採購中聯下海廠商服務油脂公司的油總共2160公斤，全部做成泡麵油包。電話聯絡一下味王，他們針對進這一批的一個問題油品是做在什麼品項？結果得知是做在我們的泡麵裡面的一個油包。美容公司緊急聲明指出，已經停用所有問題油。佢公布受影響的產品包含原隻牛肉麵、紅燒牛肉湯麵、13項麻薟拌麵等8項泡麵會回收。8月31之前，民眾延平發票產品實體到原來買通路辦理退貨。另外，台中市安處也公布第一擺檢查結果，中聯下下問題油品維持18項，按個配合增加到30個，其中獲授出貨全國共計86間業者，增加到149間，包含桂冠、原味沙拉、精選、金色三味等，至少300間業者。關於中聯公司產製油品檢出苯便芘超標一事，本署已分他案，並指派台中市調查處至相關公司及機關調取資料查證釐清中。不過外界質疑到底沙拉油是安怎產製苯便芘？專家表示，用油脂精煉定數來看，理論上應降低苯便芘的含量。但油香加製程都無發現異常，推斷可能是甲進口黃豆原料有關係。原料處理乾燥這一端就造成這個苯便芘的蓄積，在油脂的這個精煉過程以後。萃取過程以後，才會把這個蓄積到我們的油脂過來。消基會呼籲食安安全事件受害者，往往是無特定的大部分消費者，上歹舉證也上歹求償。建議應該建立公益團體訴訟制度，才能真正落實集體救濟。消署強調，會繼續督導上游製作業者，佮依照這擺調查結果檢討上游自主檢驗制度，建議精進原校管理甲體員自主檢驗並論，來降低同款代誌個發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